女仔咧都貪靚啦，平時都中意化啲淡妝出街啦。咁但係咧好多時候都會趕時間出門口，特別係中意扮靚嘅女仔，通常出門口嗰1個鐘係非常之趕。其實畫眼線嗰下咧好重要，但係你又要好仔細，一唔小心就會畫粗咗、歪咗或者唔平均咧，就會好核突。其實有陣時咧自己畫眼線，除咗容易出錯之外咧，畫完咧都好容易會甩妝，即係可能有陣時睇到出戲好感動，流咗2滴眼淚，咁佢就跟住你一齊有2滴黑色嘅，咁所以呢個都係我想整眼線嘅原因。之前我都試過喺呢間公司度整過眉啦，效果都幾好，咁同埋即係都好安全，咁所以我都好安心係叫做會再揾翻佢哋。整嘅過程其實就冇我諗嘅咁樣，即係會痛啊，即係紋繡師嘅手勢都非常之好。開頭都會有啲擔心會唔會好痛啊，或者整得唔好，咁但係因為紋繡師嘅手勢都幾好㗎，咁所以其實過程中我都冇啲咩好唔舒服啊，比我想象中更加快嘅完成。最後個效果比我想象中好睇，因為本身我仲以為係其實所有眼線都係同一樣嘅啫，但係原來紋繡師同我講呢，其實唔同眼型都有分唔同類型嘅眼線。咁我試完之後發現隻眼係精神咗啦，同埋即係靚咗、sharp 咗。咁多位靚女，如果你哋擔心自己手勢唔夠好，又趕住出門口唔想甩妝嘅話，快啲嚟看手尾啦！